来底要选举咯，有风声讲台湾有名嘴甲媒体协助中国要介入台湾的选举。国安会秘书长郭立雄讲，确实有看到个人甲民调公司到中国，讲国安单位有成立着专门的团队掌握状况。 接受英国媒体 BBC 的专访，讲到对方企图介入咱国的大选，伫立法院备询的外交部长希望讲民国要有所警惕。实际上是有很多的这些国家，他们看到我们台湾在针对中国介选或者是复合式攻击的时候，已经累积了不少的这些经验。那他们也希望能够跟我们台湾有一些经验的交换。中国对咱国打无所不在。 为军事恐吓、海空武力对台威胁，政治外交方面，搭台湾的国际参与破坏咱的外交邦谊，并且甲俄罗斯深化全面合作关系，牵动台海甲区域安全的稳定。经贸关系逼台商进行政治表态，同时偷摕人的企业机密甲污人才。两岸交流方面，营造大交流的气氛，散布好战的选择，影响选民的投票。国安局讲，这是中共长期对台湾进行无烟消的战争。 但是我们有看到一些个人或者是相关的一些民调公司，确实是有负重这样。民进党不能只制造两岸战争与和平的问题，而不提出解决的办法。2024若民进党只会说而做不了争取两岸的和平，我想只有交给国民党来做了。 中国介入台湾的选举无孔不入，嘛左右到2024年的大选，咱国应该如何应对？相关的单位拢唔敢答应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